當年大嶼山昂坪未起大佛，成個山頭俾幾百隻馬騮霸住。佢哋有個金毛猴王，成日帶隊偷村民嘅生果揭瓦頂，仲識得用石頭掟人。最乞人憎係專搶新娘嘅紅頭巾，搞到成日冇婚禮咁擺酒。灰道禪師拎住支竹杖上山，猴王老遠見到就吱吱叫，指揮猴群掟爛生果攻擊。點知禪師盤膝坐低，從袖口拎出個蜜糖罌，用手指壓蜜喺地上畫圈圈。班馬騮聞到甜味，忍唔住衝埋嚟舔蜜糖，舔下全部瞓着咗。猴王氣得呲牙咧嘴，撲過想搶個蜜罌。禪師將竹杖輕輕一揮，地面突然生出一圈荊棘困住猴王。正當猴王掙扎時，禪師居然遞咗個蟠桃過去，你咁識搶，不如幫老衲看守桃樹林。猴王食過仙桃後，乖乖帶住猴群遷去桃林，識得趕走偷食嘅雀鳥。後來村民發現，每年清明前後，總會有堆熟透嘅山桃出現喺村口，正係猴群報恩嘅護桃費。而家昂坪棧道沿途嘅野生桃樹，傳說就係當年猴王種落嘅。有人話務農時，仲會見到金毛猴影拿住桃枝練棍法。寶蓮寺大師傅成日講，馬騮精辯護法，只差一杯蜜糖圓。